倡議優質演嘅薛凱琪，本來日前應該為 TVB 嘅慈善節目演出㗎，只不過因為 TVB 內部權力鬥爭，加上公司新人雷心如被飛出表演環節，令到經理人公司太陽娛樂大為不滿，索性叫埋 Fiona 拒絕演出，無啦啦唔使做 ，Fiona 梗係要趁呢一個黃金 Saturday Night 玩到癲啦！呢一晚凌晨12點到，着住碎花連身短裙，綁起秀髮嘅 Fiona 就約埋夜蒲鐵膽黃偉文、梁祖堯同埋湯俊業等等齊落去基吧度玩。開頭 Fiona 都係同佢哋吹下水，都幾怕醜噶。點知道幾杯落肚之後，佢就越嚟越嗨，喪笑之餘更加放開懷抱。見到 Edmond 跳得咁過癮，佢都不甘示弱。去到自己嘅 hit 歌886嗰陣，更加好似開 show 咁放低女神嘅身份，嗨爆喪跳。後尾佢仲熱到解開條鞭，即刻引嚟狂蜂浪蝶。其中一位大隻男仲從後將 Fiona 嘅秀髮放喺自己個光頭上面，不過 Fiona 一啲都冇嚇親，仲越玩越開心添啊！玩到咁上下，大隊終於都要散 band， Fiona 更加一手 cool 實早搖嚟個 goodbye kiss 先至送走人哋。期間有男 fans 認得 Fiona， 所以上前嬲合照 ，Fiona 都照單全收，笑晒咁。臨尾佢更加同 Wyman 仲有 Edmond 再下一城去快餐店醫肚，睇嚟 Fiona 呢晚真係玩得好開心噃。